有一对姓区的爸仔囝呢，互带伫咧彰化的查某囝报案讲找无人，高雄警方最后伫咧燕巢的山区找到因两个。不过，这83岁老爸跋落山坎已经无气啊，也那这个后生是无意识也无清楚，互送病院急救。警方伫咧现场发现到农药管啊含艾困药啊，也那检方查验了后，认为后生列做被告，认为讲有帮助别人行地路嫌疑，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那个要下面，对，那个没有绳索下去危险。15分点，高雄的警消人员伫燕巢山区四界走找，随便找到这对姓区的爸仔囝，不过83岁老爸跋落边坡，救起来时阵人已经无喘气啊。后生嘛因为意识未清，唔知人送病院急救。警方表示，住伫彰化的查某囝进前甲2人讲电话，感觉怪怪，落尾联络袂到人，就随报警。因为警方伫现场嘛找到农药管啊、甲爱困药啊，感觉案情无单纯，随报请检察官来详验厘清死因，也互规个案情出现大逆转。帮助他人使之自杀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有事实足认有逃亡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警方表示，这对姓区的爸仔囝是台中人，来高雄税厝食头路，对税厝附近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。83岁老爸身体也真勇健，店家表示，阿伯逐工下晡拢会行去附近的黄昏市啊买物件食。这阵啊无发现有各样，厝头家嘛讲，后生是做邮差的，爸仔囝家己税厝2档，平常时斗阵啥拢真正常，厝税嘛拢照时间纳。爸爸机会较有啊，你等于算算讲就拢平常时安尼，儿子的。带着去上班啊，晚上有当时拢会正常时间到5、6点啊回来。他们进出都从这边，所以几乎都会看到。从哪边啊？从隔壁的巷子啊？从这边啊，从他们后门就是从这边走进去啊。哦。对。所以你几乎。然后他儿子的摩托车都停在那边啊。检警表示，随本后生清楚了后，讲因爸仔囝欠缴小才会想袂开，要做过行底路。不过警方无完全相信，会进一步调查，看其是毋是有替老爸买保险，想要诈领保险金。现在检方也安排19要进行复验，确认死者真正死亡原因。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场报道。